另外，镜头刷来去苗栗，看到嘉诚社区在地百姓为了要迎接五二节，特别发挥创意，用白沙团来做主题，拢总用46公斤的这个竹米做2尾长度超过5公尺的白沙，也有青蛇、找树蛙，也有树叶仔来布置，或者2尾蛇袂输家己咧树顶同款，特别活跳。 办公室摆2摆桌啊，大家拢甲塑胶手落啊挂起来，做伙捏竹米。有人无因做蛇的身躯，有人无因甲蛇的头捏出来。这眼睛呢是用龙眼干去做的。接下来呢，再来2颗，还有鼻子。另因我当做蛇的目睭甲鼻孔，白蛇是原味的，啊青蛇是日本茶。这2尾蛇长度拢超过5公尺，民众佮专工找树枝甲树叶来做布置，互蛇有爬起咧树仔顶的感觉。 很漂亮啊，很漂亮，对呀，超漂亮的。做得非常好，大家很努力认真啊。这是苗栗市嘉诚社区的民众为着迎接五二节，发挥创意，用白沙团来做主题，拢总用46斤的竹米来做白蛇甲青蛇。感谢我这个社区妈妈，大家的同心合力，你看做的真的不错。 大家做伙合作，甲做出来，嘛甲作品放伫庙里，拜拜祈福，希望会当保庇社区平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